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实在是非常的惊险。台中一个32岁妈妈塞着婴仔车去买早顿，买到一半，发现停伫门口的婴仔车竟然无去，这个皮包甲手机甲锁匙拢放伫婴仔车的面顶。伊心讲火盗，赶紧来报警。警方调监视器，看到这个婴仔车出过死的车道，一直出到弄到对面街公车的站牌才停落来，加载无造成车祸。嘛好你加载，这个拄啊满月的小宝宝，妈妈是抱伫个手内，也若无小果是不堪设想。白色轿车后壁一台婴仔车停伫早顿店的门口，不过后一秒婴仔车开始滚到车路的另外一边。但是婴儿车就停在早餐店前的这个空地哦。不过因为这里正好有一个坡道，而且大墩路呢是向下倾斜的情况，婴儿车就一路横跨了4个车道到对面的公车站牌。32岁黄小姐当时来到大墩路这间早顿店买早顿，甲婴仔车放伫店门口，所有钱、手机啊拢放伫婴仔车顶，买到一半才发现婴仔车无去。他进来的时候是已经没有婴儿车了，就是抱一个小孩走进来，就是转头过去看嘛。他只是说我的婴儿车呢，他就是自言自语，就是神情就是有一点慌张，就是有点紧张，然后还跟我借了电话报警。黄小姐抱囡仔情绪真激动，打电话给警方，环境调监视器的画面，发现婴仔车启动自动驾驶模式，走去对向的车道变过，好加在无造成意外。黄姓少妇她先生长期在国外工作所以都是她照顾2位幼小的小朋友，一时疏忽啦，没有将相关的婴儿车上的防滑安全装置来按下，而造成相关的小 trouble。警方讲，黄小姐家己照顾囡仔，只是无注意，造成婴仔车无去。半点钟内，就到3工，甲婴仔车，还有钱拢找转来。好佳在当时拄满月查甫婴有抱条咧，无后果恐惊的，不堪设想。